苗栗有很多好吃好玩的，如果到了公馆，一定要来造访这么一位面包师傅，他叫做林国伟。他到法国学艺之后，就选择到客家庄开店做面包。除了卖异国面包之外呢，他还结合了公馆著名的红枣，做出香气十足的法式客家面包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就带您到公馆好好品尝。人潮络绎不绝，面包一出炉就被抢光光了。苗栗公馆这一家面包店虽然不在大城市，但是人气相当旺，因为老板拥有好手艺。那个是我们讲酵素分解的面团，这不是老面，不一样。用天然酵母、天然奶油，不加任何蓬松剂。虽然成本高出4到5倍，但能够让大家吃到健康，是老板林国伟的坚持。16年前，林国伟到法国学艺，回到家乡发挥所长，连水的硬度都很讲究。水要到差不多350度硬度，这是模拟巴黎的水的硬度。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红枣面包的面团。要让面包有公馆特色，林国伟选用公馆当地的红枣当主角。公馆生产呢，它比较甜味比较重，还有香味比较强。不同于大陆的红枣，当地红枣特别香甜，果肉也没有苦味，加入面皮当中，口感更是一绝。铺得满满的红枣就躺在面皮上，真材实料，光是看就觉得很满足。还没有进烤箱，已经有红枣飘香。所以它这样还吃到果肉。对。红枣面包出炉，外脆内软，弹性十足，有麦香的原味，也有红枣的甘甜，当然大受欢迎。正宗法式做法，再加上无限创意，让原本不习惯异国面包的公馆人也爱上这一味。红枣面包这样试吃一下。法式红枣面包，公馆人吃一口就赞不绝口。面包有嚼劲儿，入口之后红枣香气满溢，每一口都有惊喜。可以吃得出那个红枣的原味，然后面包就是外面很脆，然后里面却是很松软这样子，然后觉得咬起来有口感。原本客家人不爱法式面包的口感，但他靠应景精神，把客家味跟异国面包搭得很对味，成功打响名号。不加蓬松剂的心意，让法式面包在客庄生根。当红枣在烤炉里飘香，客家人司土的初心，烘焙暖暖的感动时刻。